财政部公布去年税收超过有期加5283亿创纪录，另外以国民党团提议全面普发现金1万。南韩一个40几岁查某老师涉嫌伫学校杀死一个8岁学生，了后再伤害家己，叫警方强制送医。川普就任宣布，甲密西根湾改做美国湾 ，Google Map 甲 Apple Map 美国地区正式改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今日元宵，今年的台湾灯会是换桃园市来主办，对下昼开始，伫连续有几啊场精彩表演。今日灯会是有安排主灯展演场、加光的游戏场，有2个会场，会展出超过300件大大小小会场作品，邀请大众会当做伙来到热热。穿传统服装笑容真好看，展出南国的风情。对菲律宾来的拉卡斯特拉纳市灯光舞蹈团，去年才摕到世界表演艺术锦标赛金牌，这摆受邀请来台湾表演，变做台湾灯会一大焦点。配日本的传统民谣，舞者一日啊，就搁变队形和服装，互现场的民众是看甲痛甲。对日本高知法院的也来坐，因为有传统元素，跳舞设计自由度各悬是真受欢迎。这摆对日本来的表演团体，都有4个队伍是表演也来坐。内面这支北海道来的队伍是逐年拢来台湾。几个在地团体嘛接力表演，展客家文化、原住民风情和加油队在台湾多元文化。虽然讲天气无啥好，中国落大雨，但是现场嘛是聚集一大堆民众特别来这看。比较特别就是日本团体，很多日本团体来这边，还蛮不错的。这边有灯会就过来看一下，这样。蛮特别的，国内还没看过这样。观光署讲，精彩的游行活动，互大家耳旁了后，民众会当伫个4颗礼的场歇，观赏主灯展演场和光的游戏场，2大展区拢总展出超过300件以上的作品，会持续展12天。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加坐大众运输来这看展。记者综合报道。元宵日头这北天顶南芳炮台东的炸邯郸嘛是地方的重大盛事。新庄对肉新的邯郸爷牵炮啊，相信讲会当愈炸愈旺。今年嘛有15国超过30个交换学生来体验，要用实际行动来了解咱台湾的元宵文化。烫八体，手会提青仔叶，徛伫个母桥顶面，炮啊是一直放一直炸。众人一直放炮啊、戏炮啊，四界拢是炮啊烟。台东的元宵盛事，炮啊炸邯郸爷日日来展开。盐水风炮是炸很多人，邯郸爷是我们全部都炸下他一个人，这很刺激，很好看。真刺激啊！更刺激哦！连续脚4年啊！真侪民众毋惊落雨来到现场，亲身参加这个炸邯郸震撼场面，将传统的祭典文化更加吸引伫台湾读册外国学生体验。花做邯郸爷，和炮灰炸罢心。会多一点，可是不太怕，我觉得好玩。巴西来4个交换学生经过炮啊炸过了后，有大大细细空碎，虽然会疼，不过感觉讲真趣味。另外有人做炮手负责来戏炮啊，总共吸引15到超过30人来体验，大部分是高中生。主办单位以后囡仔徛伫桥顶边无放炮啊，体验扮演邯郸爷。放轻松就好了，松就好了。开开心心。讲到炸邯郸，伫台湾发展盛行超过70年的历史，更加真侪台东独有的信仰文化传统。有一派讲法讲，相传伊是武财神赵公明，伊有邯郸爷真惊寒。等伊到凡间来出巡，信徒就放炮啊，为伊来赶走寒冷，这也变做地方无形文化的重要资产。我们不局限于台湾，能够的话就走出去。炸邯郸一大特色就是这个肉身的邯郸必须爱烫八体，和炮啊一直放一直炸。信众相信讲，炮啊炸愈多，代表这财运就一直来。记者综合报道。财政部公告，去年税收超过有期加5283亿，是搁再创纪录。另外，伊国民党团是提议讲，会当全面普发现金1万。财政部是表示讲，那依照这法规，税收若有加收的部分，就应该先摕来减轻国家的债务。财政部进前向上修正2024年全国总税收实际扣税金额是大票3兆7619亿，那创下历史新高纪录，更加比有算数部加出5283亿，相关创下新的纪录。国民党立委建议政府应该比照2023年发起现钱有民2.0，全台湾每人发1万块现金，让全民来共享这个经济成果。
推动还钱于民2.0，让每人能普发现金1万元，会成为国民党团这个会期的重大民生的提案之一。如果一人1万元的话，也不过是普发现金2300亿元。国民党提出数据，讲2020年甲2022年将为着疫情了后进行发放3倍券、5倍券。2022年税收超扣5237亿，过一年2023年立法通过以后特别条例普发6000块，互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就已经连续4年税收超扣，国民党搁再主张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估算成本大约是2300亿，占超扣税金的一半。由即阵普发现金无相关法源的依据，所以讲已经有侪位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正预算法。不过，民进党讲无应该把超扣的钱看作是剩的预算，也来民众党是认为讲应该先重视财政的纪律。超征之后，有很多的指定用途，有很多的举债，有很多的还债，这些都要到决算才能够来做最终的结果。我们做平均下来，2300万的民众，每个人肩上现在都要扛着25.6万的这个债务，所以要整体去看。所以台湾民众党会主张先重视财政纪律，所以第一优先超征了5000多亿，先有部分拿去还债，如果还有剩下的，第二优先才发给民众。财政部是讲，超扣应该优先来行政部，强调虽然税收超扣金额5283亿，不过入去中央的只有3757亿，其他802亿属有地方法定财源，724亿是地种基金、亲友登记账户、健康福利馆才所需要。行政院是呼吁讲，应该先替总预算找到解决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日国内外重点消息。台北市议员陈义君涉嫌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警方今日是分几啊路去敲伊的议会办公室，佮徛起，传被告7个人佮证人3个人来问过。陈义君本人是强调清白，今日议长戴锡坤是表示，议会一切是配合调查。高雄连环杀人分尸案，警方是继续伫港区走水线索，中山大学体育教授主动提供探测器材来倒找，为了避免讲这嫌犯伫看守所内底，知影目前的办案进度，检方是搁再声称禁止嫌犯来看报纸、看新闻，法院是搁再驳回。比如讲，总统川普就任后一届，美国军舰经过大海，这届是中国大乘来公布详细，是美军的江顺号驱逐舰加海洋刘七船。咱国防部是强调，因是完全知情，学者嘛认为讲，这是川普政府搁再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关心大海局势。搁再来看，南韩昨是传出一件校园的命案。一个40几岁查某老师，趁下课放学时，甲一个8岁囡仔锁伫教室内底，先甲娃娃拄死，搁再伤害家己。目前是已经去警方强制送医。因为这个老师去年底才因为误症来请假，顶礼拜嘛因为情绪失控伤害同事，搁乌白写物件，煞来搁会当来继续来上课，嘛引起社会争论。在南韩大田市发生杀人案的学校外口，民众是摆几排的花、刺绣啊、含7头米，要来悼念过身的8岁细汉查某囡仔。这个洪台市的查某囡仔，伫一间学校是读1年的。初10尾阿嬷伊下课了后，本地要去上才艺班，但是去甲接的阿嬷煞找无人。警方和家属甲规个学校拢找透透，才伫5点50左右，伫视听教室发现这查某囡仔规身躯拢血倒伫遐。甲伊台视的查某老师，马技术太角机造成颔棍含手骨掉伤，查某囡仔随送病院嘛是不幸过身。这个老师后壁承认犯案。 범행 당일날 진술입니다. 학교 근처 마트에서 칼을 구입했다. 3층 교무실에 있기 싫어서 잠겨있는 시청각실을 열고 있었다. 시청각실 바로 앞에 있는 돌봄 교실에서 학생들이 수업을 마치고 갈 때 어떤 아이든 상관없다. 这个40多岁查某老师承认讲，伊是用一本册，甲查某囡仔写去视听教室来犯案。查某囡仔的老爸是大妹，老师无人性，杀查某囡仔几十刀。嘛，这个学校是安怎会变作上危险的所在？ 학교에서 선생이 학생을 죽이는데 그 어떤 부모가 안심하고 학교를 보낼 수 있습니까? 외부인도 아니고 기간제 교사 계약직도 아닌 정 교사가 제 딸을 죽였습니다.
越南的老师家己讲，伊伫2018年就得忧郁症，去年12月伊嘛是用这做理由请假半冬，但是敢若休困20天就提前复职。伊伫顶礼拜因为情绪失控伤害同事，嘛甲电脑焊无歹。这10迄天有督学到学校来调查，建议互这个老师请假。没想到学校阁未付处理，就发生这个互人遗憾的代志。南韩代理总统崔尚木伫知影消息了后，已经下令撤查，而且要求教育单位采取必要的措施，莫阁发生悲剧。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就任，虽宣布要把墨西哥湾改做美国湾，对即马开始，若是查 Google Map 加 Apple Map， 就咱看到因已经是改名。不过虽然是同款用 Google 加 Apple， 伫咧墨西哥的湾仔也是写墨西哥湾。因伫咱台湾要查，就咱看到原本的墨西哥湾下骹加一撮括号，就是写美国湾。因另外一方面嘛，毋是所有的人拢会听川普的话哦。就讲美国媒体美联社就讲这名就已经用400年啊，无必要去改，结果就叫白宫来甲封杀，禁止佮派人来访问。伫美国、墨西哥甲古巴之间的墨西哥湾，这个名前几百年前的阿兹特克文明一直使用到大，而且由国际水文组织 IHO 甲这个名定做是这个海峡通用的名称。1月7日展开第2个总统任期的川普，了日啊签署行政命令，甲墨西哥湾的英语名改做 Gulf of America。所以，正做美国企业的 Google， 从7月开始，甲真侪人咧使用的 Google 地图原体标示改掉。Air Force One is currentl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flying over the recently renamed Gulf of America. Please enjoy the flight, and we are now about to head westbound to Super Bowl 59. 因为 America 这个英语字，伫华语惯势翻译做美国或者是美洲，所以伫台湾华语版的 Google 地图都出现无同款的标示。电脑版的画面倒边说明的文字，伫墨西哥湾边仔附注写美国湾，毋过正面的地图括弧内底写美洲湾。若手机内底华语版的 Google 地图，敢若伫下骹说明的文字括弧内底写美国湾。另外，美国联邦航空署 FAA 嘛同一个时间发通知予航空业的相关机构，配合美国政府的指令修改名称。亲像全球航空迷真爱使用的飞行类代字词，电脑版的英语网站已经改做是 Gulf of America。若手机内底日文版的网页，同款是比较办理。不过，并毋是所有超吹引擎拢对川普的行政命令完全照办。亲像伫路西亚上大间的 Yandex， 伊嘛有地图的服务。伫英文版的地图内底，就保留墨西哥湾这个名。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毋若讲改名，川普是搁在下令讲要恢复用塑胶的树管，讲因为这纸做的树管实在有够歹用，擦来软软，搁会闭开就断去。事实上，川普正前就捌挑工甲伊的名印伫咧塑胶的树管内面，表示强烈的不满。在行政命令面顶签名，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停止用纸树管，要恢复用塑胶树管。These things don't work. I've had them many times, and on occasion they break, they explode. If something's hot, they don't last very long, like a matter of minutes. Sometimes a matter of seconds. It's a ridiculous situation. 美国政府在2024年宣布，要在2027年之前慢慢停用联邦政府内底一届性的塑胶产品，包括塑胶树管甲容器。所以受到暂时的总统川普批评，表示纸树管会烂伫使用者的喙内底，所以在当地7日签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停止采买纸树管，认为塑胶未对伫海洋内底鲨鱼造成影响。这项行政命令佮要求45天以来，爱制定国家终止使用纸树管的战略。这做法互环保团体真失望。I think he doesn't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lastics and health, plastics and climate change. All creatures that swim in the ocean are swallowing little bits of plastic. 环境研究机构的超越塑胶负责人恩可表示，塑胶树管只是代表大众需要改善使用一届性塑胶的问题。根据据岛和网络统计，美国每天使用的树管有3亿9千万个，真侪用无到30分钟。因为体积伤细，无法度回收，只只200吨才当分解做塑胶微粒，却因为生物链或者塑胶微粒进入人体组织。若是无禁止一届性的塑胶，到2040年，全球的塑胶本数会达到1亿1900万吨。虽然环保团体感觉真失望，也毋过有民众真支持。
占市北疆的行政命令公告，佮写明废除抓属讲的原因，包括抓属讲的成本比塑胶的贵，因为无耐用使用的数量可能比塑胶更较济。抓属讲用的化学物质，像 PFAS 全附属烷基物质，会养伫水内底，会为塑胶浸入饮料，有可能危害人体。甚至有研究显示，生产抓属讲比生产塑胶塑胶需要更较济水，卖产生更较济碳卡热。公司新闻的是董炳耀。过来讲到这件嘛，可能是川普一直咧背后一直咧运作。讲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已经拍超过3年啊，伊手头即马是已经有一份和平的方案，双方会当安排伫德国的慕尼黑会议来讨论看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已经表明讲，伊会亲身去参加，嘛愿意甲罗西亚来交换部分的领土，来换双方的和平。也这乌克兰谈判本钱，可能就是咧讲因去年8月拍入去罗西亚的库斯克地区，准备要用这占领的青色的部分，甲罗西亚伫咧乌克兰东边这占领的这红色的部分，拢甲换倒转来。不过这详细要换的所在甲大细是拢也未决定。这泽伦斯基嘛表明讲，除非有美国的安全保证，若无就唔是真正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1讲，乌克兰准备伫任何有可能的和平谈判内面，用布当前伫库斯克州攻势内面去抢到的罗西亚的领土，来交换目前伫罗西亚控制之下的乌克兰的领土。伊伫接受英国卫报的专访的时阵，佫指出讲，无美国参与的安全保证，都未是正港的保证，而且补充讲，敢若靠欧洲是无法度负责几乎伫战争顶悬的拍拼。伊嘛甲发声声讲，因为华府正在推动结束要3年含罗西亚的战争，伊会伫即礼拜5。伫慕尼黑安全会议顶悬，和美国副总统范斯来会面。范斯过去对美国支持这场冲突是有真侪批评。Також будуть зустрічі із командою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上时，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出任务，促成罗西亚加2021年因为毒品犯罪伫罗西亚坐监的美国犯人福格尔放出来。We were treated very nicely by Russia, actually. I hope that's the beginning of a relationship where we can end that war. And 美国 Fox 新闻车集是放送川普的访问。川普讲，乌克兰未来有可能会上罗西亚，但是嘛有可能袂。而且讲已经甲基辅讲，希望因提出同款价值的物件来做美国甲因援助的回报，譬如讲提出价值5000亿美金的稀土。但是对川普的言论，乌克兰的民众是感觉真无法度接受。Він може думати все, що завгодно, і казати все, що завгодно. Але Україна не буде Росією ніколи. 泽伦斯基真正接受访问的时阵，捌提出一张红地，就是机密的地图，标出乌克兰境内的稀土和其他重要矿藏伫倒位。表示讲，若要讲交易，安尼就来讲。迄当阵，伊就强调讲，任何协议都应该包括盟友的安全保障。泽伦斯基伫卫报的访问内面嘛讲，未来会提供美国企业强大的声音来参加乌克兰的重建，嘛用这来争取川普对乌克兰的支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意大利的官方，昨是调动千人来大扫乌，对西西里的欧洲党发动突袭行动，这一届掠到150个欧洲党的成员，这嘛是意大利这几年来上大规模的扫乌行动。意大利的官方伫11日透早对西西里欧洲党集团咱的事业发动大规模的突袭，逮捕差不多150个成员。为着这摆打击犯罪的行动，警方已经先进行2年的秘密调查。迄天是出动1200个宪兵部队，甲欧洲党的成员逮捕归案，罪名有谋杀、勒索、运毒、非法持有武器等等。官方讲目的是要瓦解西西里首府巴勒摩的几个恶毒的家族。Devo dire che questo intervento di questa mattina fa seguito ad altri importanti interventi che dimostrano la vitalità dell'organizzazione criminale ma anche la vitalità e le capacità di reazione dello Stato. 11日突袭是当局最近几年以来上大规模扫乌的行动。意大利政府最近几年是正拼命在打击犯罪。2年前捌大规模来审判另外一个乌帮组织勇者，迄当阵互送去咧法庭的被告是超过300个人，判刑加起来是高达2000多年。最近几年，官方观察到欧洲党变甲较低调，亲像过去抗炸弹是街路的枪战渐渐拢无啊，但是犯罪的版图是变甲更较复杂。Palermo, Cosa Nostra sta cercando di risollevare le proprie sorti entrando in sistemi di relazioni in sistemi di relazioni molto più ampi. Il ritorno del traffico di stupefacenti, il controllo del traffico di stupefacenti, in particolare della distribuzione in Sicilia della cocaina,
rivela chiaramente che Cosa Nostra ha quindi connessioni profonde con i gruppi criminali che controllano le rotte transnazionali che consentono gli stupefacenti di。西西里欧洲党是电影教父的灵感来源，有名的所在成为伫全球拢有组织。过去佫捌公开碰死2个扫黑法官，互意大利的官方是真头疼。但即摆官方加大打击力量，和民众强烈抵制，欧洲党的影响力和较早比已经差真侪。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中国的电动车市场是竞争激烈，即马是每一个牌子拢在拼俗价，为甚至是讲免付定直接砍，利息甲保险是全部补贴。大牌子比亚迪嘛讲自动驾驶上新的车型是唔免1万美金就买有，不过嘛有专家提出讲，这种俗价竞争无健康的市场，可能会害到企业拢总破产。中国汽车市场竞争真激烈，各经业者除了小钱价这售价压价，更加提供先进配备来抢人客。斯泰兰提斯汽车集团的中国黑盘领跑，在推出 B10 这款搭载智慧驾驶技术的新型电动车，售价不到15万块人民币，大约代票67万5千块。预计3月70来有卖，4月正式上市。因为中国电动车大厂比亚迪宣布，要伫旗下多数车款搭载上新推出的智慧辅助驾驶系统，就连上小卖价大约9555块美金，折合代票31万块的海鸥车款也无例外。我认为好技术就应该人人可享，自驾的普及一定要照顾到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安全、舒适、便捷。因此呢，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比亚迪的自驾做到全民自驾。比亚迪创办人王传福夸口，要予智慧驾驶真做标配，加上安全带甲安全家规相关遐尼普遍。随上中国去年汽车业界介绍证，正是由比亚迪首先来点到的。这款车型降予达到2万到3万块人民币，别个其他业者也拢在这样来做，连特斯拉也不得不降价。统计显示，去年中国汽车有227款的车型落价来卖。因为今年汽车落价是有愈来愈多情形，有业者推出零首付5年零利息的优惠，也有人提供保险补贴的好康。业界分析认为，和计算成本抢购市场占优的结果，恐惊业者面临破产，也是遭到并购风险。因为比亚迪转向功能升级布局，虽然对着凸显差异性有帮助，也不过部分关键车款的整合 DeepSeek AI 技术，可能因为治安的问题，和比亚迪在西方市场面临挑战。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巴西今年颁布新法令，禁止全国高中以下学生伫咧学校内底用手机啊。讲安尼会当减少学校的霸凌事件，学生咧上课嘛会当加较专心，嘛鼓励这学生会当加交朋友、甲人互动。联合国调查，即马国际上禁止校内用手机的国家，嘛有渐渐咧增加。入去教室上课进前，都要先登记，再个叫班级把手机放落下巴底。巴西总统卢拉1月13签署限制全国中小学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的法案，规定干那伫紧急危难、健康需求或者是教学有需要才会当使用，而且已经伫2月份实施。总统卢拉伫签署法案的时阵讲，会提出管制，是因为手机产生出亲像霸凌或者是注意力无集中等等的问题。根据调查，巴西的囡仔平均10岁都有家己的手机3岁以下的囡仔每一天看手机的时间差不多是1点半钟，13岁至16岁，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到4点钟以上。巴西教育部长指出，有真侪研究拢显示，过度使用手机会致使焦虑甲忧郁，所以新的法令还佫包括手机若无伫分数边，就会感觉不安的学生，提供因心理的辅导。Foi pouco difícil, né? Mas depois que costuma passa, a gente interage mais, então fica mais fácil depois de tempo. Antes com o celular, ficava todo mundo no recreio mexendo no celular e algumas pessoas brincando. E depois, agora fica todo mundo lá sentado, brincando, correndo. 巴西另外一个调查显示，有2/3的家长支持伫校园内底禁止使用手机当然，有老师认为讲，无应该把手机当作是敌人。有真侪学校甲学生的厝内电脑的资源不够，所以干来当透过用手机上网，才有机会创造资讯共享。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年年底报告指出，全球有40%的教育体系禁止伫学校内底使用手机
这个比例比2023年增加10个百分点。包括美国有8个州禁止伫学校内底使用手机啊，也那法国是规定6岁至15岁的囡仔禁止伫上课的时阵用手机啊，也有中国嘛限制囡仔上网的时间。公司新闻新乐为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